堪称天王天后宫的华纳唱片，日前砸千万重新装潢，将内部30几平的公共空间扩展到80几平。不但设有小舞台，可以让歌手演唱或举办记者会，艺人休息室也备有书画间，甚至大片玻璃拥有极佳视野，还能看到飞机起降，豪华装潢，吸引不少人来询问能否出租场地。Erica， 哪边凉快哪边待，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，现在未来快乐的脚踝，为自己迈开。Live 演出 ，Erica 展现实力派唱功，专业的音响设备和舞台，竟然就藏在这。歌手 Erica 今天要带 TVBS 的观众看看我的唱片公司华纳音乐新面貌。我们最近重新装潢了，跟着 Erica 进门。原来华纳唱片直接内建舞台区，大荧幕可以播放 MV， 台下还有宽敞的沙发及座椅，艺人可以举办记者会，员工能休憩，甚至还有人想来租借场地。歌手 Erica 可以用来做发表，或者是听说同事也都会在那边，就是下班之后会在那边看世足，就是那个地方是个大家都可以享受，然后一起同乐的地方。歌手 Erica 这样就有一杯热美式可以喝了。歌手 Erica， 然后我个人最爱坐在这个角落，因为刚好华纳这一栋它就在松山机场的旁边，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飞机起飞跟降落，就超级浪漫，而且还有摩天轮，晚上也有夜景可以看。你看，刚好有一台飞机要起飞了，还能端杯咖啡看飞机，坐在窗边高脚椅，大片美景尽收眼底。华纳唱片砸千万，将200多平的公司挪出超过80平，打造公共空间，艺人休息室也美到能直接当间。谢和弦，那不是雪中红，玫瑰花凋落，都成了雪中红。你的唇不再有，你的手不再握。当我睁开双眼，化为乌有陈世安。你曾那么爱我，你曾说过那么爱我，我才误会能恨你不会痛。休息室里还有专属书画间，让艺人随时能保持完美状态，连一般访客看不见的员工办公区都曝光，让粉丝们一窥全新的天王天后宫。